為自己揾手眼開始，發覺市面上嘅翡翠質素同埋價錢都好參差，所以就開始嘗試揾源頭，希望幫到自己，又可以幫到客人揾到心儀而又有性價比嘅翡翠。幫客人揾每一件翡翠嘅同時，要當係自己買嘅心態去做，我認為咁樣先係對客人最好嘅回饋。我哋公司有專人喺緬甸揾貨之餘，緬甸、雲南同廣州都有營運基地，所以貨品應有盡有。除咗成品，我哋仲有訂製同埋相控服務。首先，我哋會拍多啲自然光嘅相同視頻俾客人睇啱先買，同埋我哋有商業註冊，對客人有個保證，絕對唔會貨不對版。另外，我哋對產地一定要有所保證，我哋賣出嘅每一件貨品都會附帶香港翡翠鑑證證書。至於產地證書，需要客人自費。如果結果唔係產於緬甸，我哋會原銀奉還。